变化，有变化。咱空气的成分内底吼，有一个成分是影响天气变化上大的，是这一种。空气的成分里面，哪一个影响天气、气候最大？氧气、水汽 ，water， 对吧？水汽嘛，啊，水汽。所以咱煞来讲迄个讲的物件吼，拢甲水有足大的关系。咱先看一个名词吼，天气和气候当然无共。这两个名词差别是什么？这名词的定义啊，天气是短时间的，对，气候是长。算这个智障。咱会讲明天的天气，明仔载的天气，但是咱袂讲明天的气候。咱会讲季风气候、季风气候，季风气候，因为季风是经过几个月整个季节，这段时间呢，咱就叫气候。好，所以咱即个讲天气的变化，就是短时间内底，比如讲，咱来看明仔载天气会安怎，明仔载天气会安怎，这个天气。来，咱讲个水汽，水汽的做出这几项物件，就是咱接来讲的。第一 ，cloud 云，云对咱的天气影响上大的，有云过安怎？落雨。对，落雨嘛有云爱落雨嘛，若万里无云，就是。了，我问者，云是安怎白雾的？你若蓝天白云，一般袂落雨嘛，若乌云密布的落雨嘛，云是上去染色水比较脏，泼脏水比空气污染，所以云染黑了。好像不是这样，而乌云会下雨啊。乌云跟白云的差别，对。迄其实不是云，小无共。重量。因为咱看到伊乌的底是伊的光线，它的光线对不对？所以咱若看到乌云，就是迄云伤高，把光线炸起来。光线透不过去，没有光，所以就怎么样？黑暗，这样了解哦？没有黑暗这种东西，没有，只有光，没有黑暗，没有光就是黑暗，没有说，我用一道黑暗照向你，或者说我把你的光吸走了，不是，没有光就是黑暗，就像严格说起来，没有冷这种东西。少的热就冷，对不对？所以冷气机这个名词叫讲起来敢对？我敢是甲你吹冷气。照伊的运作来讲，冷气机的功能其实是安怎？其实是把热抽走。我甲这间房间内底热气。抽走，抽出去，抽到哪里去？抽到没有装冷气的人家里去。够无公德心的了。事实上就安尼啊，你若大拢吹冷气，尾仔无装冷气的人，本来袂遐热啊。结果因为大装冷气啊，所以我就愈来愈热。所以
受不了啊，我就装冷气。嘿，啊，落尾就是剩无装冷气的所在愈来愈热。啊，你若大家讲好拢卖装冷气，整个城市的温度就降下来。好，事实上就安尼嘛。我高中的考高中的那个理化哈，我印象中我唯一错的一题，我唯一错一题，就是他问说，如果你把室内把冰箱的门打开，过一阵子之后，你整个房间的温度跟没有开冰箱比较，会变较悬还是无变，还是变较低？我考高中的事，就像你们现在哦，我15岁发生的事，我记到现在。所以人生不要怕犯错，你犯的错你会印象深刻。我写对的我都忘记了。会较悬啊，无共会较低，要不然投票就好啊啦。你认为温度会变较悬的举手？温度会变高的，冰箱的门打开过一段时间之后，跟没有开冰箱的门，温度会比较高的举手。好，放下，不变的。你不要那个呢，不要包牌呢。好，放下。变冷的。没有。只有你当初跟我一样，但是我错了。是安怎？冰箱是安怎？冰箱是它那个小空间的冷气机，对不对？所以这个空间，不管是你房间，这个是冰箱或冷气的压缩机，伊是把内底热量，它要不要用电？伊要用电对无？这种能量哦，热量跟电能拢是能量哦，两个加起来安怎？淡水外口。这若你的房间，这外口就是室外；这若你的冰箱，这外口就是你的房间。安尼了解吼？所以你冰箱的门若拍开，伊的压缩机就会一直拍，伊就会开愈侪电。你门拍开无效啊，伊会变做你室内的热，毋过伊加上你用的电，更多的热还是怎么样？还是丢在同样的地方，所以伊的温度会较悬。因为你若冰箱的门无拍开，你压缩机唔免启动甲遐频繁，你个用较少的电。所以答案是第一个。好像还不错哈，表示你们比我那时候进步。我刚摕这条尔诶。外自然满分140，我考138呢，我全部就错这一题而已。好汉要提当年勇，因为现在已经不勇了。那个我们那一年雄中的录取分我都还记，497。雄女好像484，联考满分700分，雄中录取分497，我考584。我可以英文不给他算，我英文是最烂的，考70几分，我扣掉英文之后还有500分。毋过无效啦，你若真正考虑上中，嘛是欢喜一工尔。无你事后你雄中的学历，你若到出社会，你烧水要从哪？对啊。阮一班，阮国中一班，我读5个，阮国中一班50几个啦，考调43个雄中。阮班哦，只有我们班哦，就是全校最好的一班哦，最好的一班男生班哦，阮考了43个，
无考无条项中间是个位数。好，我一个同学，无考了向中，伊可能放纵啦。你无感觉放纵做好问题是你当你全班40几个考了向中，你考无对的，我不出的，对无？啊，结果咧，人即摆是迄个高师大的教授，人敢会才笑讲，啊，你当时是放纵，不是雄纵。好，所以迄无效啦。人生是一场马拉松，你暂时领先，不代表你会一直领先到终点，要持续努力。好，来，除了迄个魂吼，哎，我搁问一下，这你画的啦。云是固体、液体、气体。液体。云是固态、液态、气态。三态知影嘛？固态加液态。哎，来，我搁帮你复习一下。哎，顶回15班我问一个，拢唔知啊，害我阵恁进无教的。固态、液态、气态的定义安怎分？固态就浓点和沸点。什么叫固态？你别甲我讲平平的叫固态，水水的叫液态。科学好安尼，因为我袂叫你用生活化的。伊有严格的定义呢。什么物件叫固态？什么物件叫液态？什么物件叫气态？刚刚沸点来看吧。像冰块，但是啊？不能重组那个压缩。排列方式。我觉得以前我们这定义背的骨龟阿子熟的，为什么真的让我怀疑你们现在没有教呢？可是我一提，他们又想起来了。有固定形状跟固定体积的，叫做固态。所以液态是什么？没有固定形状。没有固定形状，但是有固定体积嘛。所以气态是什么？都没有了。对，这个有教吗？有啊。好像有哦。考试不会考。我确定啦，因为顶礼拜15班我就是安尼啊，问无人知，结果讲起来，有。等下我要问你，一堆沙子，根据上面的定义哦，根据上面的定义，一堆沙子，一堆哦，剩上一排。一堆沙子啊。液态。对啊，液态啊。一堆沙子敢有固定体积？无啊，定义讲啊，做清楚的啊。一堆沙子有没有固定体积？有啊。那有固定体积。一堆沙子，你看整对上面容器有变什么形状啊？有啊。一堆哦，不是一颗哦。好，我搁问恁一个定义。牙膏。牙膏。固态还是液态？看起来好像有固定形状，好像又没有固定形可是你乱挤它又会变形。麦芽糖，你说啊，它好放着有固定形状啊，你碰它才会变形啊，你要说碰它才会变形，来我跟你讲，这一样是固态没有问题吧？啊，我来开下落，伊有没有改变形状？有啊，你又说它是液体嘛？足奇怪对无？也要动。好啦，我这意思是甲恁讲吼，甲我迄种定义是可以区分大部分，但是它还是没有很严谨啊，伊嘛是没有很严谨。水是液态没有错吧？你今天要增值一堆来一颗，水是液态没有问题吧？啊，我若问你一颗水咧，一颗水是液态啊？嘿，水分子安怎画？啊，一颗水分子哦。一颗水分子。108度哦，你连弯它都不能弯哦。
有没有固定形状？有啊，所以一颗水是什么？你分解到基本粒子，哪有什么？但微观来讲，咱的固态、液态、气态是巨观来讲，不讨论微观，啊，不讨论微观。就像咱常讲的吼，咱的比如讲这物件作烧，咱巨观撒开讲，伊温度很高，咱上一节有讲，但是微观来讲，其实是内底这项物件会啥分子振动剧烈，所以分到微观没有什么热能了，就是动能而已。可是内底分子振动剧烈，动能变大，所以你的手是安怎会碰到伤，就是伊的动能传到你的手的细胞，然后让你的细胞的分子跟着振动剧烈，振动太剧烈了，你就受伤了。但是巨观来讲，伊的温度传过来，海你碰到伤。所以巨观的世界跟微观的世界，伊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好，所以依照阮大学就然后来要修一门热学，要修一门热门统计学，迄个是巨观跟微观的差别。好，好，咱卖讲遐深吼，佮讲袂爱讲个微积分啊。来，过来，物，再来，双，这灵魂会出来咧，还有路。这四种的分法，这是固态的嘛，佮已经结冰啊嘛，这是露水嘛，地面的水滴嘛，这是啥？液态的。这两个严格讲起来拢是小水滴，但是这混有可能是冰晶，就是小的一定，所以。但是它绝对不会是蒸汽，因为你有一个概念，气体水蒸气你看无，看有的你一定是水蒸气，你变做小水滴啊，还是小冰块啊。OK。其实咱的雾其实就是你身躯边的云，所以你若去山顶，你有迄种经验无？忽然间伸手不见五指，开口不见牙齿。然后忽然间又清澈了。迄对地面的人讲，迄就是一片云飞过你的山顶。毋过你伫山顶看到，忽然间大蒙大雾看无，忽然间佫无影，因为迄云飞啊。所以你身躯边的云就是雾，好。好。咱再来看气压与风。来，理化有会气压，气压怎来的？气压怎么来的？大气层压着。系啊。压着我操。理化就刚才理那个。气压就是。气压怎么？空气的重量来的嘛，空气受到地球引力，重量压下来嘛，产生气压嘛，好，对吧？所以气压，大气压力那里，它最难的就是单位嘛，最复杂的就是单位嘛，一大气压等于76公分水银柱等于760公里水银柱，等于1033.6每平方公分多少克重，等于1013帕。好，有吗？对啊。有啊，真的。这都有吧？这都还有吧？13.6公克。因为一根鬼要被死呢。10300。这两个差一对。76公分水银柱。这每平方公分多少克重，对不对？它是 CGS 制单位，对不对？
啊，这是百帕，你知影毫巴，伊是用牛顿做单位啦，因为这两个拄啊差9.8啦，就是牛顿甲公斤的转换啦。哦，所以爱做成安尼。啊，我来讲，这就是咱气象用的。所以咱气象的一大气压就是1013，所以理论上比较悬那个高气压，比较低个低气压。啊，毋过实际上高低气压拢是相对。咱若讲低压中心，就是伊比周围还低，这叫低压中心；比周围还高，叫高压中心。啊。啊，气压，空气的流动跟气压有关，跟地势一样。咱的物件，咱一粒球会为悬的所在冷位要低的所在，咱的空气嘛为气压悬的所在冷位气压低的所在。啊，气压的梯度越密，咱的风速就会越强。就像讲，咱在看迄个地理的等高线的图，是毋是越密，就是代表这个地势越陡。你无小心啊，位置到山连落，你个愈连，迄地势陡，你个连足紧的，对无？你若较爬较紧落山，你个位啊连落，就免爬楼梯啊，吼。所以，这个是等压线，吼。啊来，咱摕名词吼，这高压中心嗨嘛，吼，很嗨嘛，吼。啊，这是啥？很 low 嘛，很 low 嘛，低压中心，啊，低压中心。好，啊，咱来讲哦，咱若等压线，这若悬，这边较低，照讲，伊的空气流动的方向会垂直这个等压线安尼过，好，是毋是安尼？啊，毋过。因为咱的地球会自转，这自转呢，互伊方向偏，所以咱伫咧北半球，伊会偏一个角度，往右偏一个角度。啊，你讲啊偏几度？这袂当，因为纬度不同无共。啊，它在不同的纬度偏的不一样。啊，但是在北半球就是这个方向偏哦。啊，列题。所以，咱要讲到气压中心气流的旋转，会变做这种情形。好，咱来看，假设低压中心，咱北半球，咱若有低压中心有可能形成迄个风台，哦，这是低压中心。来，我画互恁看哦。这高这低嘛，拄啊甲遮相共嘛，所以本正安尼入来嘛，安尼入来嘛，但是伊的位对一边偏，往右对不对？所以往右偏哦。啊，你若位这边看，它是不是也是往右偏？它从上面看下来，它是不是也是往右偏？啊，上面看下来右就变左了嘛，所以这边看过去，哦，这边的切线看过去，它是不是也是往右偏？所以安怎说？逆时针。逆时针，这样算是不是逆时针？所以知道了，为什么北半球的台风是逆时针转？原因就是安尼。啊，你敢有观察过？恁拿迄个洗面料，伊个塞子拔起来，啊，迄水绝对袂是安尼。直直落去嘛，伊会有漩涡对无？啊你看遐侪档啊，你看十几档啊，你看迄漩涡是顺时针啊、逆时针，你有观察？无吼对无？系啊，啊你像讲恁画十几档，你看啊像我画25档啊，我嘛无观察到。啊52档还是25档？啊，我25岁，你们不相信哦？不敢相信。啊，说谎的都鼻子长。我25岁又300多个月。安内也要呗。过25岁生日那个就不要进位了，没有人规定那个月份要进位，这样你就永远就25岁。
便便冲便便也会啊，便便冲水也会旋转啊，顺还逆？当然哦，便便冲水。还是跟你便便的顺吧。的方向有关。那、你回去试着拉顺时针拉一下，看它会不会跟着顺时针旋转，逆时针拉一下，逆时针拉一下，看要有实验精神啊，就有拉肚子。顺和逆都卷不起来。顺。我甲你讲，其实我做顾以前吼，我拄啊教出来教册时吼，我拢教唔对，你毋知？我拢甲同学讲吼，同学很简单呐。既然北半球是逆时针转下去的，所以你们的水龙头塞子拔起来，都是逆时针转下去的，冲便便也是逆时针转下去的啦。一直到有一天哦，我看了一集节目，叫做《公视的留言终结者》吧。你有没有看过他的节目？有。他探讨到这个议题哦，我才发现我讲错了哦。他为了这个他真的到南半球去做实验哦，因为我就说，如果你今天在南半球方向给倒并回来，结果伊做实验，而且伊安怎做实验，伊是大学内底做实验。这个实验其实它的变因有可能是因为你在拔塞子时候的微扰动去影响到它，所以你这个变因要安怎去除？你袂当从洗手台安尼背，你来背，你要知影你的手指头会按这种拉起来的稍微角度不一样，会不会影响到？叫机器吧。所以，人实验唔安尼做，人实验是用一个水槽，伊唔是拔塞子，伊咧水槽中才一条管，迄个管有一个水龙头，伊要流水的时阵，伊就直接把水龙头打开，伊就直接流落，伊唔免伫遐拔塞子。他不但在我北半球做，还跑到南半球整个班体做，伊得到一个结果，都有顺跟逆都有，在北半球顺跟逆都有。我后来发现，可是我们的台风都是逆时针啊，是安怎拔那个水的塞子，这个力量叫做科氏力。你不会学这个名词，就是地球自转造成一种力量，假想力。但也专有名词叫科氏力。是安怎？你的水槽或者马桶不会受到科氏力的影响。他在节目里面，这部内底讲一个解水，就是安怎？因为咱的水槽伤细啊。伊这个遮细范围内底，科氏力影响太小，所以真的就是微扰动。微扰动的影响就是无分啊。毋过你伫咧风台，整个台风半径咱几百公里的咧，遮尔长的距离，就是会受到科氏力的影响。这个原因你若中被验证高气压嘞，你所有的箭头反过来，就变成什么方向？顺时针方向。顺时针方向。然后高气压，咱有回馈，低压中心气流是上升，周围流过来补充。高压是安怎？中是下沉气流。它会往周围扩散，因为被堆积在中嘛，伊被堆积中，所以高气压就这个 H， 伊的中心气流一定是流出，因为中下沉流出，低压一定是流入。毋过伫北半球，高压甲拄仔回过，顺时针流出，低压逆时针流入。原因我甲拄仔讲过啊，
可以科氏力地球自转的影响。啊，哪该这南半球嘞？相反，哪一个相反？都相反。顺跟逆相反哦，入跟出没有相反。入跟出是因为高低气压本身是上升气流下沉，这点在南北半球是一样的。按规列低气压是因为地球自转，地球自转比南半球看起来是反向的，所以也顺时针跟逆时针的得并啊，所以南半球该这低气压是顺时针流入，低气压是高气压是逆时针流出，所以你若伫南半球的风台，对印度洋那叫气旋呐，伊的旋转方向就是顺时针。咱北半球的台风、飓风拢是逆时针，爱了解吼。啊，你知影原因了后，咱就用右手定则来判断。哦，你电流安排右手定则对无？咱这个北半球嘛有右手定则，会记哦，右手是北半球，啊，你若要用南半球，你就该用左手，免啦。你南半球你就按北半球倒并就好啦。来，高压是什么气流？高压。下沉气流。所以怎么转？顺时针对不对？低压是什么？上升气流。怎么转？逆时针。安尼会记的吼。你若记的，你就用这个判断，就把它记起来。可是你要知原因是什么哦？你要知道它的原因是什么。咱先讲一下3至3的，安尼较袂万贵讲袂。气团，什么叫气团？简单来讲，一大团空气，一大团性质相同的空气。这个气团为什么会形成一大团性质相同的空气？一定有一大片性质相同的区域，比如说海洋、大洋，比如说内陆，所以咱的冷气团就是形成在西伯利亚、蒙古的大陆冷气团，咱的海洋。就形成热带海洋的暖气团。来，做一个最重要的，冷气团跟暖气团是高压低压。拢是高。冷气听起来就很。来，记住哦。低压。两个都是高压。黑子说话，黑子。冷暖气团。都是高压你卖冲突哦，一个冷一个暖，两个相反，那也用高压。大陆冷气团它的特征就是干冷，太平洋冷气团免讲就是温暖潮湿，这种两个拄啊倒并就对啦。所以咱大陆冷气团呢，就是伫冬天，因为是高压中心，它就会被牵引南下，经过咱台湾。所以咱气象报告就是讲大陆冷气团来袭，所以最近有什么？寒流。后边封面咱后一人讲，冷风来跟冷气团来有啥物无共？天气无共。你若听就讲。冷风，气压报冷风来袭，跟冷气团来袭。冷风会有雨。冷风还会有雨。无对，冷风来爱炸雨伞，爱炸雨伞。冷风来的落雨，冷气团来的就是干冷，无啥物人较寒啦。好，咱后尾仔来讲封面。